今年5月，有病人的家属因为申请巴氏量表无通过，对医师起卡动手。有中人团体甲医师就建议讲，社会精英化，政府应该放任家属移工的规定，来减轻民众照顾时代、照顾囡仔压力。 查甫人火气真大，汹涌甲医师起骹动手，受到惊吓医师讲要报警提告。这是5月伫个三总发生，病患的家属要申请巴氏量表，要来申请家属移工，因为评估的资格无下，遭受到拒绝，甲医师起骹动手的事件，随后引起申请条件是毋是要放松人的讨论。一些团体跟一些委员都一直讲说，要。 我们的移工要有适度的休息哈。既然是评估24小时有人照顾才可以请的话，我请一个移工来，是不是说哎呀顾24小时了？建议了哦，我们现在的这个申请条件应该松绑。如果你要维持用这个点数跟小孩子来做计算的话，你应该把这个点数大幅降低。一场有关家属移工的议题伫公听会顶悬，中介团体分享同情者的家庭因辛苦甲难处，认为讲松绑申请的规定，适当来引入家属移工是有伊的必要性。 医师认为讲，巴氏量表反映的是长照的问题，有专业性，应该都要交予第三方来评估。万一把你评得太过呢？以前也有医师因此而被调查、被警调、上铐或被带走的，用伪造文书罪的，很多人需要巴氏量表，那需要结果呢？这个缺口政府的政策补不上。事实上，医生他的本质在治疗，并不是在评估你的怎么样去做照顾。照顾的话，其实可以有一个比较专业的长照机构，或者是一个中立的评估机构来做负责。学者认为讲。 对照香港、新加坡这个所在，家属移工政策是有较松套，只要若是有符合一定的经济条件的家庭，就会当来聘用。现在台湾进入少子化、高龄化，合理来引入家属移工，提供帮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